乡路一阵西北风，害我买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乡乡路一阵西北风，不知这阵伊在倒。人海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甘放伊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好啊好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喇叭声满街路，害我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通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好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要奔波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三中哥哥，你安尼讲来讲去，意思还是认真讲，我甲你的徒弟刷整藏起来，是毋是？这人伫咧讲，掠贼在庄，掠奸在床。你要冤枉我，嘛着爱有证据啊！证据摕来。我若是有证据，我哪会得过来找你啦？既然甲无证据，你哪会用会拗我？这人讲家菜路途冒三寸烟，自从恁来遮，我安尼好意甲恁交谈，我是倒一点对不起你？你辜负我的一片好意，就已经准煞。你的徒弟，佮将阮的三心咪拍着伤，我嘛无甲你计较。你即马佮冤枉我藏你的徒弟刷证，三中哥哥。虽然我是一个烟花女子，但过我嘛是有自尊啊！你安尼冤枉我，敢讲我伫你的心目中一点仔地位都无剩？你要创啥？我要甲你做伙，我无爱互你离开，我要甲你斗阵生足侪小三掌，我要你。大叔呀，你面找安怎？敢找有？我遐拢找过啊，找无啊，啊你咧？我这边嘛无呢。啊，奇怪咧，到底从哪衫藏伫倒位啦？啊，我想到啊，大叔呀，我想到啊，你想到啥？因遮哦有一个秘密的地图洞，老三啊扣落去，你扣藏伫遐哦。秘密的地图洞。那呢？你赶紧带我来去啊！哦，你带我来。好，想袂到，这个有一个秘密洞呢。大叔呀，你看，老三伫内面哦。大叔啊，你现在过来救我啊！过来啦！哎呦，好，来这套。嘿。大叔啊，大叔啊，过来救我啦！救！哦，没事，你啦。你说来救你哦。哎，四妹弟啊，你哪会知这个有一个秘密洞哈？大叔呀，啊，就是迄个石酒面哦，带我来遮，讲要将我拆着落巴，我唔才会知影啊。小妹，小妹，你要紧无？哎，四妹弟啊，你是对啊唔对啊？伊就要将你拆只落巴，你搁咧甲伊顾之咪咪哦。哦，大叔呀，我吼。好，卖啰嗦啦。师傅，迄边唔知即马进行安怎，咱来看卖啊，好。好。
阿弥陀佛，是讲你边姐伊出去啦，袂用个娶某啦。三庄哥哥啊，我知影你袂用个娶某，啊不过有一摆的经验，你就会用个娶某啊。阿弥陀佛，你袂安尼做罪过的啦。有啥物罪过拢无紧，我会你替你承担一切。三庄，三庄哥哥。叔啊！奇怪，哪会无半个人哈？大水啊，走嘛啦！迄师傅哦，一定是挡袂牢，会叫迄个后药水啊，缩起来呢。安尼换做师傅，你用当做啥物？阮换啥物？出去啊！哎呦，哎，别甲我讲废话啊！即马赶紧去找人，较要紧啊！不拘解散，是。两位啊，赶快你家！等啦！阿弥陀佛。大叔，你食饱？边境会去西方取经，就是为着要追求佛法，用个普度众生，互天下间的人拢会离苦得乐，得成正果。边生若是甲你做伙，得到幸福的只有你一个人。边境若是追求佛法，当然要互千千万万的人拢得到幸福。那你讲，佛法是毋是比你搁较互边境动心？大叔，想袂到你的腹肠这么宽。见人哦！见人哦！三庄哥哥，慢走！阿姨，你是咧创啥？你闪边，无你的代志。三庄哥哥，行！阿姨，你这查鬼啊！你也放开啊！阿姨，婚姻是袂用勉强的，你著莫搁为咱大叔将伊放走啦！你行！我甲你讲，我爱东三庄已经爱你啊！我绝对要甲伊拆食落吧。阿姨，爱一个人嘛，就要甲伊拆食落吧。那你是要爱什么咧？你莫加讲话，你甲放开。啊，若无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阿姨，你啊！阿娘，嘿，好药水啊！啊，你是走来阮兜创啥啦？我来带我未来的老公转去，敢袂用的是？哈哈，我知影啦。啊，你即摆是因为东三庄介阮连玉，啊，所以你伫个唔甘愿是无？阿娘，连玉，你放心，阿娘听你。大叔，你对我讲。阿莲玉，你将三庄哥哥喊我，你喊我！你是要去对啊？你是要去对啊？若是爱情注定要分开，我望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过路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大叔，啊，你毋是已经走啊？奈搁我倒转来啦？阿弥陀佛，已经难尽啊！对啊，啊，你到底孙悟空嘞？阿哥哩，啊你找悟空要创啥？找伊保护你啊！阮阿娘哦，毋是阮阿姨的对手，我惊阮阿姨搁走来找你啦。啊悟空就去关西楼找魔精，毋知找有啊找无，无定定因即摆嘛咧找我。那伊是要安怎啦？师傅，你伫遐吃，哎，大水啊，你水啊，师傅你遐吃啦，紧来，紧出来！师傅，
叔啊，你唔惊死哦？你也跟伊做伙啊？好啊，你这臭妖女，竟然敢诱拐我的叔，你悟空，敖姑娘是为师的救命恩人，你袂用无礼。啊，救命恩人，哦，安尼我知啦，师傅啊，是伊救你，啊，你才答应甲伊斗阵安尼。你莫黑白讲话啦。悟空，紧，敖姑娘伊那尔，即马甲敖玉生咧拼命，咱紧来救伊啦。喂，大叔啊，啊，算了去，怎么办？跟去看啊！哦，我跟你讲，伊即时叫恁查某囝将东三种喊我，我就对你无客。哼，你免小想啦。东三庄介意的人是阮林玉，我无可能叫伊将伊带出来互你。你较掂去，东三种是我的，东三种是我的。是啥物人讲东三庄是你的？你敢无看到？人伊主动来找阮林玉，因两个已经青米煮成饭啊，无你的份啦。你是安怎较早你要抢我的翁？即马换恁查某囝抢我的翁，你哪拢要抢我心爱的人？哼，林玉因老爸吼是心甘情愿甲我做伙，是啥物人咧抢你的啊？迄是因为伊毋知影你会甲拆食落饭，伊才会甲你做伙。啊，你都袂甲伊拆食落腹。伊若是知影讲你会甲伊拆食落腹，伊嘛是共款会敬我，袂敬你。你有在讲，你有在讲！哎呦，小姑娘，你袂安尼做。阿娘，阿姨将阮阿娘放开啦！三宗哥哥，阿娘，我是真心地咧爱你的。阿弥陀佛。三宗哥哥，你放开，你甲我放开。你只死地图者，将我师傅放开哦！悟空，袂用安尼啦。师傅，后玉小姑娘，你要来边境带你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你还是死心。我唔死心，我唔死心，就算你甲我拍死，我嘛是袂放弃东山庄。好，这句话是你讲的哦，那安尼我就心酸你。悟空，师傅，悟空，为师毋是甲你讲过，上将有好生之德，你哪会随便杀生呢？师傅，伊已经去笑啊，我若是无将伊拍死哦，伊会一世人甲你甜袂煞啦。悟空，痴情并毋是罪啊，你袂用因为伊痴情，就要甲伊拍死啊！哎，师傅啊，啊，你讲痴情无罪哦，啊，那你的意思是要互伊甲你甜你一世人哦？无听到，这是为师顶世人欠伊的业缘。啊，后玉小姑娘，你是毋是一定要得到边境？我若袂得到你，我甘愿死。啊，好，既然若安尼，边境就成全你。师傅，大叔，你看我咧有水无？哇，这水呢，你今日这水的呢。我咧甲东山庄亲亲啊，我足欢喜的呢。我咧甲伊吼生一大堆的小三长。大叔呀，怎么办？我这个场面真正要互你杀做对啊！哎呦，时到时担当啦，无必要，才会出汉鸡汤啊。恁该讲的话拢讲完啊吼。三中哥哥，咱会用拜堂啊吼。等一下，边境还阁有话要讲。有啥物话你尽量讲，上好你是甲大家讲你爱我。后玉小姑娘，真正的爱是互相关怀、互相照顾，好好疼惜对方，处处为对方设想，互对方会用个快乐，安尼你知无？来边境要去西方取经，你免讲边境甲你成亲，边境若是袂用去西方取经，就袂得到快乐。这对我来讲，根本就毋是咧爱我。后玉小姑娘。边境知影你对我是一片真情，你若是无将边境拆食落腹，
就我都化消你对冰晶的爱，对无？那安尼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会用化消你对冰晶的爱。佛祖，请你原谅我。长哥哥哥，你哪要安尼做啦？我有说过，冰晶早就甲你讲过，你要爱冰晶还俗娶我，这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叔，我无爱啦，我无爱。你这只蜘蛛精，你害死阮师傅，看今日要来拍死！现在，嘿，观音大师，你较早来就好啊！ 5块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情缘的代志，本来就爱本人家己采决做决定。三宗伊若是沉迷美食中，那安尼本座嘛无法度救伊。假使三宗伊善心坚定，那安尼闪嘛无法度将伊拖落迄个缘来。 观世音菩萨，我求你救东三宗，我求你。后药师，本座若是将东三宗救我，你是毋是还要逼伊甲你成亲呢？安怎？观世音菩萨，只要你肯救东三宗，我愿意放弃，我无要搁甲伊成亲啊！真好，你安尼就是为伊设想，这才是爱。后药师，爱是为对方设想，毋是为家己设想，这都是爱的可贵，你有了解无？我了解。你起来，恁拢摕一遍。 叔，叔啊！叔，观音大师，并肩拜见观音大师。东山宗，西行取经的任务还未完成，你哪会当以死来夺票责任？这并肩暂愧。你拢起来。多谢观音菩萨。你这是拄者，你拢认为将翁婿疼食落巴，这才是爱。也毋过，恁敢捌想过，人既然已经互恁疼食落巴，那安尼恁就永远失去恁所爱的人，恁敢会感觉这是真痛苦的代志？好的风俗爱保留，歹的风俗爱改度。以后恁男娶女嫁。 爱好好珍惜对方，互相扶持，互相照顾，安尼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多谢观世音菩萨。阿弥陀佛。
无情的命运，来拼煞咱两人。无奈的路，敢是天安排？过去甘着用目屎，一点一滴甲期待，将心痛予做才应该。冤甘将你的痴情赶落海。我不知等待，是希望也悲哀。请你着相信我，袂予你受伤害。今夜的梦只有在明日的路走出未来。你的真心藏心内，无论海角也天涯。希望咱的情在花花世界，永远是阮最爱。雄雄落一阵西北雨，害我买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雨，不知这阵伊地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甘放伊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若把啥无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扛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铁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步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又来了！你卖紧张，卖紧张，我有组团避远啊，过去你水就好啊。我这组团避远啊，那你高伫胸口哟，水就好起来啊，看清楚啊。来，过去你，来看清楚啊，哎，先照看啊。哇，有差了哇，好起来咧！你好，我整体是搭着，咱穿一部华龙呢，哎，真正好起咧！喂，各位乡亲啊，各位乡亲，你听清楚，不论讲你是叫菜刀刮着，还是叫家刀夹着，剃头刀剃着，我甲大细间废水讲老，这种小弟这组团兵甲过去了，比神打苗要更加好用啊！走好，大哥，你背一包。来，你要背一包，背一包，来，背一包，来，这，来，我先你就好，来，规矩我替你，我来到你，替你来，弄包啦，来。有啊！哎呦，有啥啦？大主啊，我有看到呢，迄头前有一个砖头哦。哎呦，看下砖头有啥物好话啦？害我惊一下，好，我当作是发生啥物代志咧。大主啊，
我巴肚就咧枵啊咧，有砖头哦，就会当去化缘啊，我一日啊欢喜哦，我就大煞花。猪就是猪啊，太爱食啦。八戒，你巴肚咧枵啊是？淡滴哦。啊无，恁踮咧遮等，为师来去头前的砖头化缘。叔啊，我看哦，你莫家一人求好啦，啊无万不幸啦，我拄着迄蜘蛛精还是野羊精哦，安尼是要安怎就好啦。袂啦，哪有遐说？你定定去拄着妖精庄啊？哎呦，细机无是本啦，也是较细机哦，较好啦。老三，你讲的是啥物话啊？若要说你哦，安尼师傅就莫拢去化缘，大家就老输。我哪讲叫师傅莫去化缘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叫啥物意思？我来讲。好啊，八戒五精，恁两个莫搁冤啊。悟空，你毋是会晓看什么妖气？安尼麻烦你，看头前迄个砖头是毋是妖怪咧住的所在？好，大叔呀，迄砖毋是妖精砖啦吼。这个爱食猪哦，讲着食，喙口就咧皮皮臭，我就互伊踹一个较有咧。师傅啊，师傅，悟空，啊你看了安怎？师傅啊，迄个砖头是人咧住的无毋对啦，啊毋过安怎？毋过，迄个砖头嘛是有一寡妖气哦，毋知有啥物妖怪吼，伫咧内面啊。啊，那安尼啦，那安尼师傅是要哪去化缘呐？师傅弟啊，师傅弟啊，无我看安尼好啦，你想一个办法，将迄妖怪消灭哦，安尼师傅就会使去化缘，倒转来互你效果啊。我大师兄莫讲算笑啦，迄妖怪功夫遐尔好，有我哪有法度对付啊？哦，安尼哦，规日看破莫食啦，继续行啦。师傅啊，我不住哟。师傅啊，我看安尼啦，二孙啊，大孙啊，恁两个生做吼较歹看，无成人啊，对不对？我哦生做较成人，我陪师傅哦，你话将来化缘安尼好无？安尼好，我无成人，你有成人，你陪师傅去庄来化缘啦，对啦。老三，我看你迄三脚鸟的功夫哦，是安怎保护师傅啊？我看也是莫食较妥当啦。大叔呀，师傅啊，我看吼，阮大家吼做伙来去保护你，安尼你唔着免烦恼吼，去拄着妖怪啊吼。恁若是要对为师去，为师惊有个人看到恁会惊，就唔敢摕物件报死互咱啊。不要紧啊，我无冤少，家囝有通食，他也无报项啊。投资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施主，兵精是要往西方取经的出家人，来到贵地，想要甲施主化缘一寡物件。哦，我有4个人哦，加摕一挂啦吼。妖怪啊！你若走去啦！你是要创啥啊你？大叔兄，伊就等下要报死啊咧，哪会走去啦？嗨，二孙兄，但你嘛拜托的，你世间的行哦，看到你若无走的人哦，迄就无正常啊。安尼讲哪会用的啦？伊就已经等下要报死啊，伊哪会用反悔嘛？哎呦，死肥猪啊！你家生做遐尔歹，也无爱检讨，搁咧遐唱秋哦。我安怎？你哦头爱咧咧啦你尽量莫互别人看你的低头低面啊！你搁偏偏爱出来插嘴，你哦食无死好啦。好啦，安尼我想办法改头换面就是啊嘛。猪就是猪。好啊，悟空，你莫搁骂八戒啊，无，咱先来头前看卖。好。太。头爱咧咧啦。来，我讲当面就好，真正个先等你，比他更快，唔通叫失去这个机会。喂，恁食好大胆，路尾头恁也无小探听者，这是谁咧管的？
无我会同意，恁着清清彩彩伫遐排单做生意哈。这位老大哈，咱唔知吼，真称什么大名呢吼？我叫桃山的啦，大家哦拢叫我桃山大的啦。对，桃山大。桃山大啊，你甲听看嘛？喂，你在笑啥？无啦，桃山大啊，我叫桃狗啦，你桃我桃。大家拢是家己人，你嘛无需要甲阮刁难啊，对无？谁人甲你家己人啊？我甲你讲哦，你给我来假写吼，等下我就真正互你吐啊！喂，无你想要安怎？想要安怎？我甲你讲，你爱乖乖甲钱甲遐药啊，拢总互我。若无食，今日就袂放你煞啦！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拨，我放你用爱等咯。你为我用心肝咯。我甲你讲啦，你爱乖乖甲钱甲遐药啊，拢总互我。若无食，今日就袂放你煞啦！无，咱这位屠杀大的，阮是互你面子呢，你当阮是惊你哟？哈，来，你目睭看较清楚的，这支什么刀你知哦？这支正个叫乌龙刀，哈，是世间的一支宝刀。借问的，你的拳头宝敢会比这支乌龙刀较顶啊？哈？真好，安尼钱哦，甲刀我拢总要治啦。来啊，抢啦！你喂，莫抢啦！现在较重，我叫你紧关啦，紧点啦！莫抢啊！对啦。规个庄仔内拢行透透，无半个人要放死就我袂互人啦。我实在是法度腰到真条大后壁，我行袂得当啊。二叔呀，你嘛较有忍耐一下，无遐衰啦。对啦，你哦徛到后壁，咱哦较袂衰啦。紧！好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并精动三藏。并精。啊那呢？你是和尚哦？阿婆啊，你目睭无看哦？是啦。啊，你是啥人？我是阮师傅的徒弟啦。啊，你是有啥物代志心？是安尼啦，并精师徒经过此地，想要甲老夫人化缘一寡财饭。哦，要化缘咯，好，你来去内面坐食吼。阿弥陀佛，老夫人免麻烦啦，只要你若用去布施一寡财饭，并精就感激不尽咯。哎呦，师傅啊，人阿婆好意吼，要请咱入去食饭，咱就大方方入去嘛。无人捧场，无意思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就是安尼讲啦哈。师妹你啊，师傅讲话你是无听，尽量莫麻烦别人，你听无哟？袂啦，为什么通麻烦啦？啊，我的囝哦，出去做生意也袂转来，厝内敢若我一个人啊，尔，较侪的人哦，较劳累啦。对啦。师傅啊，你有听到无？人阿婆讲哦，要请咱入去食饭嘞。行，拜托啊，好无？你安尼囡仔摕落来，你唔惊入去阿婆啊听着啊？哎呦，回定哦，阿婆的目睭也看无啊，袂要紧啦。行，食饭，食饭啊！我刚才讲无用啦，我实在有够衰啦！这几工遐辛苦赚的钱哦，一下尔都化作乌有啊！我真正是要安怎转去救阮阿娘？
你喂，了治消灾啦，莫搁想较济啦。若无吼，咱搁换所在做生意，反正嘛是用趁钱啊。无喏，我已经出来几落工啊，唔知阮阿娘点做的，你过了好无？你有是要转去厝里啊？好啊好啊，我嘛是要转去看出去讨一个啊。头家，你对迄阿头一直还未死心嘛？只要伊若无给你啊，我永远都未死心啦。你啊，我讲啦，若是安尼，你就要赶紧想办法，甲伊带转去做某啊。安尼哦，免你讲，你甲我顾顾店啊。我嘛有咧想啊，不过你都无爱插我嘛无法度啊。你若无爱插伊哦，你就要下功夫想办法啦。来，我想办法啦。行。来，咱对后壁对遮久啊，唔知好适合动手啊。你遮讲硬创啊？你敢有去过派啊？迄个乌龙刀哟？哼，戏皮卡徛过啊，我都唔相信，我找袂到机会下手。妙。师傅啊，你炒饭，咱食无好，食搁是团圆啦。这里哈。老夫人啊，你免搁再无用啊，对啦，我已经食饱。是啦，安尼免客气啦。是讲吼，我虽然目睭无看，也不过我感觉会出来。你迄第二道第八件新港食吼。吼，死肥弟，你搁食，连阿婆拢知影你够食啦。吼，你哦实在袂见笑啊。哎呦，老食遮好，咱会讲袂见笑。就是啊，阿婆，要是你较了解我呢？妖怪一道。好了，你等下上拄好，因有你黑龙波刀，就这妖怪随时单掉啊！有。后日你转来。阿娘，后日阿娘，你转来啊？阿娘，这是个奇奇怪怪的人，谁哪来咱家啊？伊唔是啥物奇怪的人啦，伊是出家人。阿妈，伊唔是啥物出家人啦，伊莫是妖怪啦。妖怪。阿弥陀佛，大夫人，你唔通误会啦。边种师徒死的是要用西方取经的出家人，并唔是啥物妖怪。哪有人出家人，生做安尼低头低面的？嘿，你什么叫做低头低面啊？你无听人讲过哦？迄头大面书风，迄大大鸡仔王呢？我这叫做好笑。好笑！我看你啊，大口个戆呆啦，痛到挂水，水肿啦。你跳啥？你啊，差不多啦，高头高面，迄袂输一粒甘露，伫遐高高啉啦。是，啥物干哦？我是米高王，水喷喷呢。水喷。我看你啊，瘦个无板啦，徛了袂输滴锅，迄倒了袂输叉裤，哼，无油阁无醋，啊，你甲人比拼水喷喷。哎呦，连本大事你也敢骂哦？你哦？你哪会使安尼哈？咱会使讲哦，甲阮大孙仔、甲阮二孙仔批评甲歹听的啦。批评佫是安怎？我算知呢。看阮男嘛，青眉无看，讲什么恁是出家人，走来这骗食骗人，对无？哎，唔对。你若唔相信讲阮三个是出家人不要紧，但是你应该相信阮师傅啊。借过啊！你看像这般的这款的扮头，敢无像出家人呀？好啊！无论讲是真的出家人还是假的，不是讲哦，你生做遐奇怪，别当留在阮兜。即马我去出去啦！啊！你这人太安尼啊？你也知影咧，阮四个是恁阿母的人客呢。啊！你才会使我做人的囝人，甲恁阿母的人客赶出去啊？哼！迄是阮阿娘吼，伊目睭无看的，才会将恁当作是人客啊！你若是师傅吼，即马赶紧离开遮，啊若无我手中这个乌龙刀，就对你无哎呦，哦，你真唱手哦！吼，本大真称看卖，你这乌龙刀有几两重啦？师傅啊，你莫管啦，这臭小囝，我今仔日你要来好伊教死啦！若无，伊都唔知天地是几斤重啦！不准你乱来啦！阿弥陀佛，大夫人啊，今仔多谢你的交代，边种师徒已经食饱，就出故事。师傅啊，我后生吼，就安尼无大无小啦，啊，若有接受你的所在，你就莫生气啦，吼，我坐坐才转去啦。老夫人啊，
民警的徒弟踮咧遮甲你检查，民警才是疑心不安，民警故事，咱行。是。哦，好，多谢啊。有眼不识泰山啊！后摆就算讲你要请我来，我嘛不爱来啊。为什么了不起？阿爹随时无看到因，遐个师傅生做啥物款，也不过感觉会出来，因拢是好人，因为一直赶人出去，对人实真无礼貌。阿娘，我常常无伫个，你家己这样出来，我上该注重的都是你的安全啦。搁再讲，遐奇奇怪怪的人，你也较细腻，唔通凊彩就袂引入来咱兜。阿娘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阿头，我无伫个时阵，多谢你照顾阮阿娘。你哪着这么客气咧？这是我应该做的啊，这嘛是我心甘情愿的啊。相信我，袂予你受伤。